是破坏时会当，毋过爱注意，毋过着注意，毋通予别人听见。也是伫咧头讲爱人爱的话语，若是讲了伤过济，就是分家贵。我要这阵机，予你来注意，要过好的代志，就拢交予你。我只是一人伫船顶，无代志的人。别人若是讲啥物，你敢会知意？外口的流言蜚语，你敢会相信？你无介意的人的流言甲蜚语，若是溜溜牛骨，就是咧讲你。人的话无介意，毋通讲出去。你毋知的代志，毋通来乱提。这只是一竿戆代志。我讲创啥物？若是有人咧等你，伫厝咧等你，毋通来踅来踅去，赶紧转转去。知你是一个女人，外口算几暝，你若溜溜让一个风讲花痴。若想要嘴对嘴找你意中人，如果对你抱怨，就是有介意。你若是啥物拢毋听，你会晓创啥物？你会晓创啥物？